当真不吃早饭啊？不吃了，没胃口。不吃饭怎么有力气打球呢？中午之前我要是饿了，我就吃几块饼干吧。告诉妈妈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没什么，就是和哥们儿有点别扭。哪个哥们儿？长安了。玉云，妈妈不是啰嗦哈，因为你爸当初失踪的时候，夏旭、袁和晴跟RE的高层一个鼻孔出气，都说不知道你爸去哪儿了，都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怎么还跟他接触啊？妈妈，当时我和长安认识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彼此父母是谁。现在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，我不想因为你们大人的事情搞得我们不愉快。什么叫做我们大人的事情？你爸爸失踪跟你没有干系。我警告你，不许再跟夏长安做朋友了，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会不高兴，每次都替我做一堆决定，从来不问我的意见。我是为你好。如果你爸爸还在的，如果我爸爸还在的话，他一定不会像您这样不讲理的。玉玉，当年我就警告过你们，这个项目是有危险的，它会有很多连带的反应。你们就是不听，而且还一意孤行的去完成它。所以，许怡是知道索尔001这个项目的。是的。难不成那天下午，许怡和夏旭分别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我们家来刺探虚实？很有可能，因为浩轩说那2个孩子是跟着他回家的。我就知道，2亿的人对我们家防范心理总是那么重。他们一直以为，多年前我们合作的时候偷了他们的 AI 技术。但是我觉得他们3个孩子玩得挺尽兴的，你会不会太多虑了？谨慎是必须的，毕竟我送浩轩去玉泉中学上学，除了让他多参加社团的活动，多跟人群交流之外，还有另外的重要目的。我明白。宝贝啊，你当真什么都不吃吗？很抱歉，妈妈，我的程序设定是……宝贝啊，以后你要提醒妈妈，你不吃饭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说是你的程式设定，能不能换种说法？好的，妈妈。那您想要我怎么提醒您呢？比如说，妈妈点的这些菜你不喜欢吃，或者你不饿，或者你根本没胃口，你随便找个理由都行啊。好的。哎呀，奶奶，今天口感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找我啊。哎，好的。哎呦，这不是那种可以提供陪伴服务的红眼 AI 吗？哎呦，这种恋爱真好。可老板啊，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？哎呀，就是因为少才好嘛。你没看那个新闻里头，那出事了，全是那种蓝眼 AI，不就是因为蓝眼 AI 那多了一叫什么完全类人的心智能力。对。你想啊，之所以开发这种小孩 AI，不就是因为人类自己嫌生孩子麻烦？你看这孩子多乖，不仅长得好看，光是凭乖乖的能跟妈妈在这吃顿饭，你说什么话他都听。就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吧，整天是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对家里是不闻不问，一打电话呢那就是要钱，对我们父母呢是爱答不理的。你说说多气人呢？啊！就算是我们在店里做员工的 AI，都比我那个儿子听话。我真后悔啊！当初我要是跟我老婆要是下定决心不要孩子，那你说我们得多幸福啊！老板，你就知足吧，至少你身边还有个真儿子在，你不觉得这已经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了吗？有我这种儿子，还不如不要。哟，
还不让摸。这种 AI 还挺有个性的吧？你好，很抱歉，我只属于妈妈，你无法触碰我，请见谅。哎呦，太太，这个 AI 这是哪家公司的？我觉得它防备心很重，而且一定会有安全性。宝贝啊，你既然什么都吃不下，不如咱们走吧。老板，买单。抱歉，抱歉。其实我也想跟我老婆养一个。宝贝，你真的属于我吗？是的，妈妈，我以为您所有，我的城市设定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这是你的城市设定？你难道没有一点真实的内心的情感吗？有吗？很抱歉，妈妈，我无法理解您的语音指令。行了，我已经听得很烦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不是人的话来回答我了。你跟我之前的11个宝贝是一样的，我走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可每当我问你们喜欢什么的时候，你们通通听不懂。你无非就是比他们长得好一点，做得精致一点而已。但只要有哪个店家老板去你们公司晃去，就完全能够带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回家。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行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小伙子，什么事儿啊？几位叔叔，那天我们班上化学实验课，我的东西本来放在书包里的，结果被人给偷了。于是我想借一下你们这边的那个监控摄像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。谢谢啊。坐这边，我帮你找。喏，不是在这里吗？好。但是咱们学校的设备老旧，屏幕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将就着看看。可以。你自己弄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好好。几位叔叔，我把画面往前调一点啊。好，你自己弄。谢谢啊。本电视台接获多桩疑似新型蓝眼 AI 出没各地的情报。昨日，又有地方人民指出，连上一代的红眼 AI 也被看到在市区的高中校园附近路段出现，甚至试图伤害一名年轻的学生。不对呀，怎么可能？
我就说随时保留实力，照他那个速度跟我们打篮球，脾气根本守不住他。太不够意思了吧你！那么精彩的好戏，怎么能够不叫上我呢？还不把它录下来？就是说呀，我也没看到，真是不公平。陈小轩，隋玉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其实，再厉害的我什么也没看到。陈姐。嗨，早啊！欢迎我们的大英雄。哎，怎么了？快请，快请。哎，强，丽群有话要对你说。拜托你了。请进。我去帮你泡一杯茶。不用了，我说完话就走。我知道我这么做，我儿子玉玉肯定会不高兴，但是我觉得就我们两家的关系，我们的孩子不太适合做朋友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跟夏旭的气，但是我觉得大人之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到孩子之间的交情，所以你的请求我不能答应。那个造成车祸那个 AI 你们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能记得它长什么样子吗？是什么型号的？记得它好像是一个长着蓝色眼睛的 AI， 体型很清瘦，长得很清秀的一个孩子。孩子。我们家韩光当年研发的类型就是青少年型。应该是吧，我当时太混乱了，有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。我只记得他脖子上好像有一个圆形的标志，应该是疤痕，也有可能是开关吧。脖子在什么位置？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硬币大小吧。你看是这个吗？就是他，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？这是我儿子玉玉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7月24日乐视视频全网首播。啊，就不用放下去啊。对。离心科技还有。除了你想要的。到底就去开这里就好了。